全運會星期五正式閉幕，港隊獲得歷史性9金2銀8銅，馬會派千萬獎金冠絕歷屆。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喺浸大搞攝影展，不過校方通知突然有不可抗力殺到，需要腰斬展覽。特朗普促請烏克蘭接受28點和平方案，以各樣頓巴斯等辣椒嚟換取俄羅斯停火。澤連斯基形容係國家最艱難時刻。歡迎收聽2025年11月23號嘅 VO 之聲，由 Channel V 嘅蘇麗珍 VO 呢幾日嘅新聞大小事，帶大家了解當中有咩奧妙。第15屆全運會星期五正式閉幕，港隊創下9金2銀8銅歷史性佳績。我哋不妨盤點一下今年賽事嘅焦點。港隊奪得最多獎牌嘅係游泳項目，總共收穫到3金3銅。不過喺今屆之前，港隊喺游泳項目就只係得1面銀牌咁多。女飛魚何詩蓓喺100米同200米自由式奪金，佢再喺5分鐘之內連衝50米蛙式同自由式銅牌。佢報名4個項目，4個獎牌代代平安。而何甄陶再破香港紀錄，奪得男子50米自由泳金牌，成為首位問鼎全運金牌嘅男泳將。而麥世廷亦以破香港紀錄成績勇奪銅牌。喺劍擊方面，港隊亦斬獲到史上第1面金牌，以1金1銀2銅緊隨其後。佘善恩先喺女子重劍銅牌戰取得劍擊港隊今屆首面獎牌，何思朗隨後就喺男子佩劍決賽不敵山東，攞到全運史上首面銀牌。而至於喺4強因為裁判風波不敵福建嘅張家朗，就喺男子花劍銅牌一套烏氣獲得銅牌。最後張家朗同世界一哥蔡俊彥、梁千羽同吳諾弘轉戰團體賽，喺決賽歷史性擊敗上屆冠軍福建奪金。而講到個人金牌王，就係小女車神李思穎，佢一個人豪奪3金冠絕港隊。佢先喺女子個人公路賽奪金，再夥拍梁詠儀贏得女子麥迪遜賽，之後出戰主項女子全能賽，奪得個人第3面金牌，為佢明年征戰名古屋亞運打咗強心針。至於佔主場之利嘅男子7人欖球代表隊，喺啟德主場館迎戰3屆冠軍山東隊，最終喺2萬名觀眾打氣見證下，以26比19勇奪金牌。至於3項鐵人方面，奧斯卡、Robin Elch、韋奇、彭思雅喺3項鐵人混合接力賽奪得銀牌，而奧斯卡就喺男子個人賽中奪得銅牌。仲有永遠搏盡作賽嘅網球一哥黃澤林，佢喺男單4強激鬥近3小時，僅負於金牌得主吳亦丙，爭到港隊史上第1面嘅男單銅牌。而男子網球隊亦都喺青年組團體賽奪得銅牌，真係可喜可賀啊！繼續關注立法會選舉消息。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喺下個月7號舉行，唔單止各個局長、前議員出嚟谷票，就連宗教界都加入動員行列。香港聖公會琴日上載影片，身兼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嘅大主教陳歐明亦都亮相，呼籲選民當日投票。選舉片段以來讓我們一起投香港一票為題，長約5分鐘。開首由2個學生演員討論投票日翌日補假，期間陳歐明同2個學生對談。片段又以學校會選出科長、組長為例，比喻香港亦需要選出有夢想、能力同愛國愛港為香港建設嘅立法會議員。陳歐明又期望學生同家長、老師鼓勵身邊嘅朋友，尤其係年輕人，積極參與選舉投票，展現公民責任。片段亦都強調每個人參與都能夠為社會帶嚟正面改變，呼籲大家唔好睇小自己嘅影響力同責任感。不過有網民就非常眼利，本身屬於聖公會嘅立法會選委界議員管木管浩明，而家爭取緊連任喎。管木又會唔會叫佢庇護嘅陳同佳展現公民責任出山去投票呢？
近年唔少敏感藝人或者團體喺租借場地嘅時候都會受到不可抗力阻撓，例如借故場地要維修或者俾人投訴等等，未能夠舉辦活動。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亦都成為咗其中一個受害者。攝記協原定星期二起喺香港浸會大學視藝大樓顧明君展覽廳舉辦35週年回顧展覽，展品包括97回歸前後幾年嘅事件，以及多年嚟法庭報導嘅相，涉及眾多重大事件，包括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當選同埋宣布落台、西九龍藝術區填海歷史嘅相、2019年反修例運動等等。不過當中未有包含較敏感嘅內容。不過攝記協前日突然喺社交平台發文，話知道校方通知展覽廳需要緊急維修，未能夠繼續借出場地。會方考慮眾多不確定因素，以及短期內較難另覓場地，決定腰斬展覽。攝記協表示，展覽籌備咗成9個月，展出由上世紀80年代尾至今嘅香港歷史相片，目的係使到公眾了解攝影記者行業發展，形容對行業推廣同發展而言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對觀眾感到抱歉。啟德城富里2號雲景地盤，舊年2月20號有巨型棚架倒冧，導致2死3傷。警方星期5拉咗2個男人，2人被控誤殺罪。警方表示，經進一步調查之後，喺牛頭角同將軍澳拉咗一個48歲地盤棚架男管工，以及係一個58歲地盤棚架男工人。2個被捕人合共被起訴2項誤殺罪。案件前日上晝喺觀塘裁判法院提堂，2人無需答辯，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27號再訊。2人各准以30萬港元保釋外出。工業傷亡權益會認為案件為業界響起警號。工會話意外發生，除咗承建商、僱主、專業人士等等需要負上相應責任之外，管工同前線工人亦都無可幸免。如果證實因為嚴重疏忽或者違規導致他人死亡，相關人士都有機會需要負上刑事責任。工會促請各層級同崗位人士都負起自己嘅責任，確保工作環境安全，確保自身同他人嘅安全。翻查資料，今次係近年第4宗涉及工傷事故嘅誤殺案。一個患有認知障礙嘅77歲阿伯，星期4喺秀茂坪秀明道一個商場露面之後就唔見咗。呢個失蹤嘅男人係羅海星，佢星期4上晝同老婆食早餐之後，老婆去咗返工，收工發現老公仲未返屋企，翻查秀和樓閉路電視，發現老公根本冇返到屋企，於是報警求助。羅海星患有認知障礙症，早前獲發至中計劃定位裝置。救援人員根據信號發現羅海星喺順利村福德廟一帶，但信號其後消失。救援人員到附近山頭進行搜救，直到星期5接近下晝5點，搜救人員喺飛鵝山近扎山道揾到阿羅海星，佢清醒，由救護車送往聯合醫院治理。娛樂快訊。裕美同第三者專業戶伍索、鍾瑞森以往成日拍片，大家亦都成日出現喺大家嘅社交平台。不過近排傳出2個人因財反目嘅傳聞，雙方唔再合作拍片，而伍索亦有新拍檔，更加傳出裕美另起爐灶。裕美嘅男朋友林作之前就大班網民話有過萬 like 就會公開內幕，又話保證 juicy。佢琴日中午喺律師樓見傳媒，但係裕美就未有現身啦。林作話伍索係經由佢認識裕美，後嚟裕美介紹品牌俾伍索做代理。佢強調伍索嘅美容公司係由對方100%擁有，裕美並冇收取任何宣傳費，亦都冇分成。佢仲爆料裕美借咗10幾萬俾伍索，伍索亦都有還錢，可見裕美冇當伍索係金山。對於裕美被指事後另起爐灶，林作就否認呢個講法，話佢哋唔係同一班人，幫伍索上咗軌道，裕美就做返自己嘢，又形容佢哋只係幫佢起機。
佢又話裕美幫朋友幫到好盡，幫伍索通宵處理工作都只係得幾百蚊，初頭仲推咗好多 job， 係有蝕冇賺。佢重申裕美係一個獨立、堅強、慷慨，唔係唯利是圖嘅人。而至於裕美點解自己唔親自澄清，林作話因為出 post 話做記者會嗰個係佢，又話純粹想澄清事實，可能由佢出嚟觀感會好啲，純粹糾正同事實不符嘅嘢。至於裕美同伍索而家有冇反面，林作話冇呢個情況，只係各有各做，拆夥唔係壞事，仲係成功嘅事。轉聽國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發表台灣有事論，話如果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如果涉及武力將會構成日本嘅存亡危機事態，可以援引集體自衛權，引發中日關係急劇惡化。高市早苗前日喺國會回應在野黨質詢嘅時候表示，政府嘅立場係一貫嘅，點樣嘅事態屬於存亡危機事態，結合實際發生嘅事態嘅個別具體情況，政府將會對全部情報進行綜合判斷。佢同時重申，推進日中戰略互惠關係嘅想法不變。上月底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嘅時候，已經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嘅大方向，呢種想法冇任何變化。而面對媒體追問係咪收回言論，高市就係耷低頭快步離開，冇作正面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痛斥高市早苗公然發表涉台錯誤言論，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嘅可能性，激起中國人民嘅公憤同譴責。佢強調，如果日方真心想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就應該恪守中日4個政治文件精神同政治承諾，立即收回錯誤言論。中方已經多次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上星期中日司局級官員喺北京會晤，亦都冇結果，雙方互召大使抗議。近日中國已經發起反制措施，包括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同暫緩多部日本電影上映，影響雙邊貿易同文化交流。分析人士指，高市作為保守派代表，佢涉台嘅立場反映日本強化印太戰略，但易觸碰到中方嘅紅線，恐怕會阻礙即將舉行嘅 G20 峰會安排。日本外務省雖然強調維持對話渠道，但無意改變立場，雙方關係嘅穩定性備受考驗。俄羅斯同烏克蘭戰爭打足3年幾，仍然未停火。美國早前提出俄烏28點和平計劃，旨在為俄烏兩國提供和平框架。呢個28點和平計劃由特朗普政府起草，當中提議烏克蘭需要割讓頓巴斯，同時俄羅斯將會繼續佔領烏克蘭領土，包括克里米亞同頓涅茨克等等。計劃續指烏克蘭需要喺100日內舉行選舉，縮減軍力，並且承諾永不加入北約等等。特朗普喺當地時間星期5發最後通牒，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需要喺下星期4前接受相關和平計劃，認為相關期限合適。並指如果兩國戰鬥持續，烏克蘭最終都會失去原定按照和平計劃需要割讓俾俄羅斯嘅領土。特朗普話佢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好，原本以為俄烏戰事會提早結束，但認為需要雙方合作。特朗普仲讚烏克蘭軍隊非常勇敢，不過烏克蘭死亡人數增加，能源設施就不斷遭到襲擊，認同需要加快結束戰爭。據報普京支持美方提議，話計劃可以成為烏克蘭最終和平解決嘅基礎。烏克蘭就回應將會提出自己嘅和平計劃。至於由匈牙利同波蘭等4個國家組成嘅政治及文化組織維謝格拉德集團表示，澤連斯基向烏克蘭發表緊急講話，形容國家陷入歷史上最艱難嘅時刻之一。烏方需要喺失去尊嚴同失去關鍵夥伴嘅風險之下二擇其一，割定係唔割，真係一個艱難嘅抉擇。今集嘅 VO 之聲就嚟到呢一度，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將呢個節目推廣俾更加多人知，同埋付費訂閱支持我哋更多嘅製作。更多報道可以去我哋各個社交平台繼續收睇。我哋第2日繼續 VO 之聲。
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Channel V 開台以嚟承蒙厚愛，多謝大家一路支持。經歷種種風雨，環境雖然充滿挑戰，不過同各位一齊行，相信我哋一定可以做到堅持報道，以民為先。好多朋友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今日我就話俾你知 ，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4種不同計劃任君選擇，當然仲可以請我哋飲杯咖啡添。詳情可以登入呢個連結。一切事情得來不易，感激有你同途並肩。Channel V 有你哋，我哋先可以行得更遠。記得登入連結，多謝各界支持。